Milestones. They don't happen overnight. They're nourished over time. Every time you feed your baby Enfamil A+, he gets a tailored formula of vitamins, minerals, proteins, and DHA. DHA is important for developing areas of the brain. Enfamil A+, helping support the amazing milestones babies achieve, like focusing and rolling over. Enfamil Stage Nutrition, nourishing milestones at every stage. 大家好，我係菲菲，來自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 歡迎回到我哋嘅成功營銷案例系列，專為香港市場推廣人員同中小企老闆設計，拆解全球創新策略，讓你直接應用到本地。上集我哋講咗 CoverGirl 放大 Dupi 內容借勢奢侈品，今日第26集 Enfamil 嘅家庭網紅夫妻策略。呢個美國嬰兒奶粉領導品牌近年揾真實育兒夫妻網紅分享日常餵奶成長故事，強調科學配方加媽媽真實體驗，係 TikTok、Instagram 產生大量情感 UGC 話題 Enfamil 話題 Enfamil Partner 累計超過20億觀看，直接推動新手父母信任同銷售。2025年市場份額繼續增長，證明情感育兒內容就係母嬰品牌最強網紅經濟。準備好未？讓我哋拆解呢個溫暖又有效嘅策略。Enfamil 係 Mead Johnson 現屬 Reckitt 集團旗下嘅高端嬰兒配方奶粉品牌，1940年代推出，總部位於美國，以科學研究為基礎，如添加 DHA、益生元，定位最接近母乳，係美國醫院同兒科醫生最推薦品牌之一。產品線涵蓋新生兒到幼兒階段，全球銷往50多國，特別北美同亞太市場強勢。Enfamil 唔揾大明星，而係大量合作真實育兒夫妻網紅，多為10萬至50萬粉嘅家庭帳號，讓佢哋分享新手父母餵奶日常、嬰兒飲 Enfamil 後睡眠、成長變化、真實育兒挑戰、如腸絞痛、過敏，如何靠 Enfamil 特定配方改善。夫妻分工、情感互動，強調我哋一齊選擇 Enfamil 品牌提供產品支持，專屬碼，但要求內容真實唔誇張，同時搭配醫生、營養師解釋科學成分。天才之處，母嬰產品最怕硬賣，用家庭網紅嘅溫暖真實故事，讓準媽媽產生共鳴同信任。UGC 自然病毒傳播到 TikTok、Instagram Reels、小紅書。話題 Enfamil 相關內容係 TikTok 累計超過20億觀看，家庭網紅內容貢獻超過60%，品牌社交曝光，直接推動線上銷售同藥房推薦率上升。最新到2026年1月 ，Reckitt 集團2025年營養部門含 Enfamil 收入約35億美元，維持中單位數增長，北美市佔率超過40%。2025年推出 NeuroPro-Gentalis 升級版 Plant-based 植物配方，繼續強化科學加情感定位。亞太區包括香港、中國大陸、台灣增長最快，預計2026年營養部門持續穩定增長，重點數字同家庭網紅合作。香港朋友，呢個策略超適合我哋重視科學、育兒同情感分享嘅市場。香港媽媽鍾意小紅書筆記、Instagram 育兒日常，信任真實家庭推薦。Enfamil 嘅成功話俾我哋知，母嬰品牌用真實家庭網紅加情感故事，能快速建信任。例如1中小企奶粉、尿片、嬰兒護膚，揾香港真實育兒夫妻 KOL 幾萬到10幾萬粉合作，分享日常使用同嬰兒變化。2要求內容溫暖真實，搭配醫生、營養師解釋，推出話題 Your Brand Partner， 話題 Your Brand Family。3結合本地痛點，如香港嬰兒腸絞痛、濕疹，分享改善故事。4針對香港新手父母，強調科學配方加夫妻共同育兒，鼓勵小紅書筆記同 Reels 分享，刺激口碑同銷售，成本低，信任高。特別適合中小企係競爭激烈嘅母嬰市場突圍。Enfamil 證明母嬰品牌用真實家庭網紅分享情感故事，就能贏得父母最大信任。即使係嚴格監管嘅品類，溫暖內容仍係王道。香港市場育兒社群活躍，揾啱家庭網紅，你亦能讓品牌成為新手爹哋媽咪嘅首選。你有冇被育兒網紅種草過母嬰產品？想為自己品牌揾家庭 KOL？留言分享，記得 Like、Share、訂閱。下集我哋拆解 CUS 嘅產品種子網紅策略。我係菲菲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 我哋下集見。